后来过来，这是恐怖的女体，手咧犯所在竟然有刀。这是伫个台南安南区的顶美公园，不明的人士伫个女体手犯所在来拔西瓜刀，有一个5岁小男童手去划着伤。附近的乡亲讲，这真恶质，看会出来是挑工的。讲若是掠着人，一定爱拍卡窗。袂少家长拢会趁好天，带囡仔去公园耍厝流浪。想要到台南市安南区顶美公园儿童的游乐设施，互不明人士拔一条30多公分的西瓜刀，而且上含的是刀仔的刀喙，阁是向悬顶。迄条工诶，啊，敢会做恶质啊？当然做恶质了哈。带囡仔来咧佚佗，敢会烦恼啊？袂爱，阮会注意啊。我咱就唔相信啦，较无怕。这个行为咧，讲卡声这个行为，要害人个挂掉。有家长带5岁后生去公园佚佗，想要教囡仔爽爽的，走过甲讲手老血啊！这个时阵嘛有其他家长发现有西瓜刀啊，赶紧来提醒，上尾因嘛赶紧报警来处理。鉴定是讲是人会无唔对，但是佫是龟速的，表示讲伊受伤的时阵伊并无走，这个动机也足对啊，足可以。初步研判与现场血迹量显不符合，本分局未接获上址有打架斗殴。规支西瓜刀啊，拢是血，涂骹嘛拢是血。警方目前当咧调监视器的画面，要来了解代志的真相。将这个绳子，互大家会当互安心，互安尼旅民带囡仔要佚佗有一个安心。有任何的设施有损坏，有涉及到公共安全的部分。里长他都会通报给我们公所。即马除了加强附近的巡逻，嘛要看敢有可疑的人士出现。除了全民做伙掠凶手，嘛要来看伊的动机到底是啥，是安怎要安尼伤害无辜的囡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